兄弟平安。今仔日是母亲节主日，即马第一场的礼拜要开始，请咱兄弟做伙备办心。宣调，上帝啊，你的慈爱怎样遐宝贝啊？世间人秘伫你是国的知恩下，因要因为你的厝的好物得到饱足，你也要互因啉你快乐的河水，因为活命的源头在伫你遐，伫你的光，阮要看见光。愿你常常施慈爱，互捌你的人，常常用你的公义，是互心内正直的人。这时，咱要来吟圣诗，圣诗26首，圣诗26首。但愿感谢上帝，出声吟诗对心底，主行其义代志，万民掠伊做欢喜。愿对母胎出世。伊就祝福无离，用伊无数仁爱，今日犹得款待。咱请起立吟全首。感谢上帝，春夏。
读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拉哥林内受苦，定是病死埋葬落阴府。第三天对世人中告我，上天，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平，伊要对我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告我，永远的活命。阿门。现在请坐。这时要来启文第37篇，启文37篇，诗篇23章，伫圣诗的后壁面1067页。箴言23篇。箴言第23章。我来启，恁来应。我的囝，你的心若有智慧，我的心为真欢喜，你的嘴若讲正直，我的心为真快乐。毋通欣赏歹人，就不时敬畏上主，将来一定有愿望。你的愿望袂无去。我的囝，着听，着有智慧，互你的心行正直的路。着听趁生你的老爸，你的老母老的时，嘛毋通看轻伊。着买真理，毋通卖。嘛着买智慧、甲时甲名利。正直的人的老爸会大快乐。人生着智慧的囝，会因为伊大欢喜。着互你的爸母欢喜，互使你的老母快乐。我的囝，着将你的心交托我，目睭着注意看我的道路。这是咱同心做伙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阮满心感谢而乐你，阮要用欢喜的心、吟诗来而乐你，用敬虔的心来敬拜你。我要夜目望山，我的帮赞对打落来，我的帮赞是对创造天地耶和华来。主啊，虽然有天灾，也是人祸、地动，也是身体的病痛，感谢你的圣手有看顾甲保护，互阮会当平安顺遂经过这礼拜。今早起是母亲节的节期，我们要用感恩的心来感谢天父，互阮会当甲阮的亲人好友三角聚集，做伙来团圆，互相来关心。虽然也有亲人无伫阮的身躯边，若是厝外伫外地的，求主你看顾甲祝福，互因得到上帝的帮赞，行伫上帝保守内面，也是离开阮伫上帝你的怀抱的，阮也孝念伊。愿主你的安慰甲喜乐充满伫阮的内面，互阮继续行伫因信仰水的脚印，见证主的荣耀。特别，阮也为着伟大的母亲献上祈祷，恳求圣神将平安、喜乐、身体健康赏赐予因，伫因手中所做，诚做众人的祝福。伫因所行过的路，拢有油得地。求主你嘛赐福伫每一位伟大的母亲内面。阮也恳求主赐阮伫今仔日的敬拜，无论是伫学青的影片，也是感恩的见证，儿童的感念文，也阁有牧师的讲道。求主你大大将你的喜乐甲愿望充满伫阮的内面，互阮得到快乐、信心，搁再一遍的提升，互阮所行的所在，拢见证主的福音，荣光归乎上帝。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这是我的报告。周报的第4页。消息报告。本会消息第1点，本主日是2024年度母亲节主日。本会逐场礼拜中有见证、献诗、感念文。本会也赠送每位母亲一份礼物，表达祝福。祝福全体妈妈母亲节快乐。第2点，中执会公告。第1小点，本会通过教会生活公约，特刊登伫周报，要帮赞会友共同来遵守、来蒙福。第2小点，通过本会教会达楼站的空间管理，帮赞甲办法，要放伫教会内官方群组来，互大家来查询吼。所以以后咱教会空间，请如果有小组，也是大家对一个单位要来借的，请到办公室来填迄个表格来借教室。第3点，112年的年度的捐献证明收据已经开立完毕，敬请兄弟先到公布栏来查询收据的号码，了后较来办公室来索取。第4点，本会5月18礼拜六上午9点到11点半有家庭的探访，安排如下：探访的家庭：李5号、郑美珠、刘玉儿、蔡和美、陈春忠。探访的牧长有陈建业牧师、洪世存牧师、四宝林长老、邓维伦长老、周美惠执事、陈学良执事、甲连马西执事。具体的消息，第1项哀伤的消息，本会林倩金长老娘伫5月5主日的下晡2点20分，蒙主温调。安息主怀，已伫昨5月11上午10点半举行告别礼拜，并安葬伫嘉典的永生园。愿主安慰遗族，敬请兄弟为遗族来代祷，并且相助会员来交相助会费。第2点，合作社的消息。第1小点，本主日第2场礼拜后伫地下室中的会议室要召开理监事会议，请各位理监事来出席参加。第2小点，社员风险的保险对本主日到5月13日接受办理，超过时间就无受理。第3点，学青牧区的消息，伫5月18星期六伫青年的礼拜举办青年祈祷特会，这毋是一场为着青少年所举办的祈祷会，是一场做伙大会这个世代的青少年的祈祷会，邀请兄弟做伙来参加，互咱为着新一代的领袖兴起，甲进入命定来祈祷。第4点，赞美操的消息，定伫5月18、5月25、6月7日、6月15、6月22，还佫有7月初六，6个礼拜的星期六，上午9点到12点举办赞美操第3集的培训哦。地点是伫信义会后硬教会，费用1000块，甲2张的2寸相片。欢迎兄弟杨丽萍团长也是办公室来报名参加。告解消息，请陈牧师。好，咱有报名伫后礼拜拜甲拜三伫台东即个布隆部落台东复兴基督特会，兄弟咱爱记得准时出席参加。第二，高雄的教会伫5月16、17
就是拜四、拜五暗时7点半到9点半，伫分别是伫高雄灵粮堂甲1灵粮堂有办兄弟圣神降临节城市的祈祷会，欢迎咱兄弟会当踊跃家己前往参加。第三，高雄中华妇女事工部高雄小区6月15上午9点到12点举办小区的联合礼拜，地点伫咱南厝长老教会，参加费用100块，那咱妇女生活队员拢有补助。讲员是陈佩琪传道，欢迎咱的姊妹会当郑美仪队长来报名参加。以上，咱今日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的主日，咱感谢所有的妈妈，会当用上帝的听，来丰富的供应，安全的保护，佮不时的教导，甲常常的陪伴，伫咱的这囝儿，互囝儿拢会当健康大汉，佮会当幸福快乐。咱感谢所有的妈妈，辛苦的妈妈，咱教会也表达对这妈妈的一个致意，来感谢妈妈的辛劳。咱请所有的妈妈已经结婚了的妈妈咱就请起立咱站起来，咱的执事有代表教会送咱一个前年的礼件小小的意思，总是深深的祝福，深深的祝福，求上帝祝福咱，互咱拢会当有上帝的恩典充满，互咱有勇壮，互咱有快乐，咱会当听主，听人听家庭，透过咱互一个人因为恁来得到福气。好，咱有领着咱请坐咱拍谱甲所有的妈妈讲母亲节快乐，母亲节快乐。好，这时咱教会学青牧区要用一段的影片来祝福咱的妈妈、咱的母亲，咱请影片。大家好，我是关东小组的凯欣，我现在高2，17岁。然后这是我妈妈，是很漂亮，拍她拍她。拍我，那个我是凯欣的妈妈，我是美仪姐，然后我是家庭主妇，就是3个小孩子的妈妈，然后她是我最小的女儿。好，我眼中的妈妈是一个很忙碌的，就是每天从早上可能我还没起床，就是她已经在菜园工作，然后到我放学的时候，可能有时候我还要自己回家，然后她很负责任，就是太快了，就是他很多事情都会做得很好，然后但是他还是会觉得自己做得不够，这样子。然后他很爱碎碎念，然后爱叫我整理房间，可是我觉得他就是不希望家里很乱这样子。然后他很多事情都就是自己来，他不喜欢就是麻烦别人，这是我眼中的妈妈。你骂我骂到哭哦。凯欣真的很棒，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说心里的话，因为他真的从小到大，至少到现在，不论是在课业上，或者是在朋友圈，在生活的态度上，好像都没有让我担心或者是发脾气过。
相较之下，我觉得凯欣是很体贴我的一个孩子。他上高中的时候，我怕他课业跟不上，我希望他去补习。我说：“你去补习，拿钱的事不用烦恼，我会去找工作，去洗碗都可以。”然后我那时候好像是为了要帮哥哥找住宿的地方，所以我跟爸爸在台中。那因为我给他安排时间，要他去英文老师那边试听，然后他为了这件事情，在手机里面搞我匹配给，就是一直哭。他就说：“我有课业跟不上的问题嘛？当我有问题、有困难，我跟你们开口的时候，你们再介入就好。为什么要强迫我去做我不想做的事？”然后我就问他说：“我就怕你课业跟不上。”他就说：“那我有跟不上吗？那你不想去补习的原因是什么？”他居然跟我说，他下课回来就只想要吃饭、看电视，还有赖床睡觉啊，想睡就睡，为什么要去补习？补到3更半夜，这样人生很可怜呢。这是记忆中凯欣到现在16岁，我跟他最大的争执。听不到。好，就是我跟妈妈好像平常不太会，就是有那种大争执，常常都是小小的吵架，然后就可能也没有吵出一个所以然，我就会怕我自己就是情绪会控制不住，然后我就会可能甩门啊，或者是怎么样，然后我就回房间，就是不想继续跟他沟通这样，然后但是有时候就是每一次这样吵架完，我其实都很愧疚，就是我会觉得妈妈她只是想要关心我，或者是就是想要多了解我的生活，可是我就是有时候放学回家，或者是就是很累，然后听到这些话，我知道他是关心我，可是我就会有点听不下去，然后可能就有一些小争执这样，但是我们也不会有那种就是吵到要可能妈妈会想要离家出走之类的。妈妈她其实有时候我回嘴，她其实也不会生气，她会不想要我们就是越来越严重的吵架，所以她就会选择安静，就是听我怎么说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其实蛮愧疚的，就是常常都是我让他受伤，反而我觉得其实他对我讲的那些话，我就觉得还好。那你一直哭，我只滴一滴眼泪。最令人心疼的地方，应该就是像前面讲的，麻烦别人，然后还有，就是你受委屈的时候，就是像之前可能你当家庭主妇，然后可能阿嬷要叫你做这些做那些，然后你很辛苦很累，但是你可能会因为这是你的责任，所以你就会不敢说出来，然后我就觉得你很辛苦，然后还有就是可能跟亲戚有争执的时候，你也是就是不懂得保护自己啊，然后可能你就会觉得你说话的分量没有那么重，所以你就选择默默的，就是承受这些，然后还有就是在跟哥哥相处的时候，就是你可能也是第一次，就是哥哥长这么大，也是第一次当妈妈的角色，然后去跟哥哥这个年纪的孩子相处，然后你就会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们说话，怎么沟通，然
后我就觉得看你这样，我就有时候很想帮你，可是我又觉得好像这是你要做的，然后我好像也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去帮你，就只能就是觉得很心疼你这样子。咱拍鼓来鼓励咱的学生吼，我相信这是每一个做囡仔，也是做老母的心声。愿上帝祝福每一个家庭的亲子拢有好的关系。只是有一个见证是可能美长老伊要分享伊对老母的孝念，也阁有对老母所想要讲感谢的话，好无？咱即时来欢迎可能美长老。紧讲啦吼，讲头拄仔了滴几滴啊目屎，但是咱吼拢有老母啦吼，尤其是我食到即个会吼，拄仔今年才过白花吼，这是凡事感谢的事吼。啊，因为拜二的时阵，我有大家分享即个妈妈的事，啊，牧师临时甲我讲来做一个见证吼，啊，讲即个故事吼，嘛爱真长，但是不要紧，我甲伊缩起来。就是讲好的讲较济，歹的讲较少，拢甲袂记得就对啦。因为吼老母的疼吼讲袂尽啦吼，啊等下要唱歌过老目屎，所以即摆暂时甲恁讲吼，阮的老母吼爱住伫庄骹，爱92岁时阵吼，呾过身才做百日做了尔吼。所以我要讲的是，应该是甲恁讲吼，人生毋知偌久毋知啦吼，昨咱就看到目屎流袂尽，因为我的囝嘛拢要50岁啊吼。所以我感觉老母是真正长长咧疼咱啦吼，但是咱有时阵伊无拍算中间，但是咱离开。啊，我食到72岁才无妈妈，这是凡事感谢的事吼。妈妈真正是疼我，因为我是大查某囝，所以吼，我有读册，读册读了普通啦，拢咧什么国语演讲比赛，什么比赛，所以大家头一届拢穿着皮安尼吼，啊，佮参加东参加西吼，啊，伫咧庄骹都摆摆的树相机，过了后面普通的家庭。有田有厝吼，真好徛起吼。啊，妈妈是招翁，所以吼招一个翁来斗做工。但是好咧，迄工做无偌久吼，就做走呢吼，生一大阵囝就来传宗接代。啊，结果吼，生第三个后生是讲莫搁生，结果一直生，生到满足啊，讲搁生一个，看会后生无？结果单飞一个凤凰出来，迄个也叫做凤凰吼。所以感觉即个家庭是真济。代志拢老母爱担呢吼，要食要做吼，啊搁担仓卖菜。人本来是讲一句讲吼，担仓卖菜无愿甲人公家红菜，无想到老母就安尼啦，老爸做伊走啦，啊三四十年拢无转来，拢伫外口吼漂泊，吼啊老母就来担即个家庭，所以真辛苦。啊小弟小妹吼，拢有甲老母搭相共，但是我就爱水，啊搁爱钱，卖了读壳安尼吼，就离开故乡来到义昌。嫁一个好红婿吼，感谢主吼，所以上帝甲咱吼讲的物件计划就不在我们计划当中。咱是讲爱着较惨死，过来高雄一定袂歹哦，迄高雄足大的吼，啊台中也无介大呢，住在台中车头尔。所以你也想的老母吼，唔甘甲要害，为着要嫁一个翁，用迄个做鸡毛枪哦，甲讲一个乌青结婚收了佫会疼。啊，因为咱人拢是安尼啦，无看着头前，所以老母也讲安尼嘛。就拄好就好吼，啊，当啊无想到我第3年，我就精神错，我就也要安怎讲精神病好啦，较紧啦。啊吼，当吼离家出走，啊迷迷糊糊，啊，就老母讲哦，这查某囝嫁了嘛可怜，带倒来家己顾好啦，就住喺了这养老精神病院，吼连续几啊天，才有我的亲戚朋友，我的小姑，我的小舅。因拢知，即种人敢有可能好呢？无可能吼！老母就安尼真疼，甲我顾，囡仔甲我斗顾，也是讲创啥？然后这斩处处，咱就讲说起来好讲啊，因为已经好啊，上帝医治嘛吼。啊，然后我转来到高雄的时阵吼，
要感谢主，就是讲，我到我退休的时阵，65岁啊嘛，啊，我就有病，我就讲，咱人拢会安尼啦吼，想转去找老母啦。啊，老母吼就足疼咱的，啊，无想到吼，这是真正我甲你讲，世间的事是无奇不有啦。迄老母迄住伫迄庄口吼，迄就出世就住到8、90岁啊。迄说单价是祖先吼留一大堆财产爱分嘛，啊无像老母讲，啊无甲伊卖吼，来甲阮的小弟大，好，就足欢喜的。老母就讲来小弟遐大，像甲小弟大一定吼晚年有人照顾，哪会知影就开始无拄好，所以我就定定有时间倒转甲老母陪伴安尼吼。啊无打算自年吼，老母已经较失志啊，小弟也感情来死，小妹也感情来死。连续到我过年我拢无转来哦，所以你看老母的疼是偌疼，因为失智较袂晓疼啦，但是咱心会足疼哦。啊，就为着老母安尼，我就这段时间拢有在陪伴安尼吼。这是我老母，互我想的是，因为伊有留淡薄仔的财产，互阮这兄弟姊妹有教业通用吼，这是感谢的事。啊，但是吼，这是讲老母啦，佮讲一下就好啦吼。讲啥物话呢？讲我的大家。哦，你若讲我的大家吼，恁大家足侪人捌伊。迄真正是对咱这新妇好讲吼，袂晓讲的，因为咱都毋捌来到这青山的所在，吼，啊内底5、6个小姑小姐、亲情伯母，哎哟，7进步啊、9进步安尼吼，一堆啦，啊咱若袂晓，人伊就有哪甲咱教，有哪甲咱教讲安怎做好新妇，安怎做好的事势，吼，啊就是我最感动的是我的婆婆，因为伊吼疼我，亲像甲我囝，虽然我袂晓，虽然翁婿无好，但是伊真正疼我。伊就甲你教安怎，就是嘛常常为我祈祷，啊，就带我来礼拜，吼，啊，无论风雨偌大，也是讲啥物情形，就囡仔孩咧，也是啥，伊就讲爱来礼拜，爱来敬拜上帝。这是我上灵老母，就是大家。然后大家经过侪年了，我就昨好向我想就讲，咱感谢袂了啦，吼，啊，恁有大家讲大家心无好，这是无影，是咱家己有要听这个时代人有要天条主无放位咯吼。虽然吼这讲话讲袂了，但是讲不尽就是感谢甲学乐，因为有伊疼，有伊关心，嘛有伊照顾。这囝儿时阵拢咱斗照顾，而且我嘛做伙伫县外队唱歌，嘛做伙去韩国灵修哦。这无恁大家看有老，大家安尼对咱好无？我毋知啦，但是我的感受是，我嘛真正感谢我这个大家是亲像我老母共款咱听我吼。因为今仔日时间的关系，这个代志拢感谢主、阿罗主，将一切荣光归给上帝。感谢。感谢上帝吼，咱真正恭喜林明长老吼，会当得到上帝的疼，那老母的疼。伊会当有满满的疼，搁伫教会担当妇女圣歌队的队长，做小组长，到即马70几岁，搁勇健身躯，会当服侍上帝，会当拍手，吼，感谢上帝吼。咱真欢喜，伊会当为主做见证，望咱每一人拢会当亲有即款的恩典祝福到伫咱身躯顶，阿门，阿门。好，这是儿童牧区有要念感念文进前，有一个影片要甲大家来分享。那么，咱请咱的影片。生气。吵架的时候，因为很凶。作文的时候，打人的时候。没有可能，我觉得他很温柔。帮我买蜘蛛人。无聊的时候，可以给他。穿很漂亮的时候。化妆的时候。因为很漂亮嘛。跳游泳。陪他一起看动物。一起买肯德基一起吃。做家事例如擦桌子跟擦沙发。做蛋糕，因为妈妈有的时候我都会陪她一起做蛋糕，然后现在很少再跟她做。我希望你永远陪在她身边。我晚安，爱你，我要去睡觉了。
妈妈我好坏，因为她每天都做，所以我也可以跟她说好话。可以帮我们这星期吗？妈妈辛苦了。老母辛苦啊！这时要邀请儿童牧区的林以爱同学来念感念文。牧师各位长职、阿公阿嬷、阿爸阿母，大家平安。我是林以爱，今年读4年。自从知影我要上台念感念文，我的阿母就足紧张，我嘛足紧张。我的阿母是单培婚，伫教会上班。阿母讲，大家拢知影，毋免讲。毋过，我嘛是爱介绍一下。我要感谢我的阿母，伊每一工透早拢会大声叫我甲弟弟起床，带我甲弟弟去学校。我感冒的时照顾我，带我去看医生。每一工要困的时，会带我甲弟弟做伙祈祷，祝福阮的身体健康，有好的困眠。隔工阁有参名智慧的，会当学习新的课程。另外，我嘛要感谢另外一个人，就是我的阿嬷。阿嬷会帮我夹头毛，我正前手受伤的时，阿嬷会帮我洗头毛。阿嬷阁会煮我爱食的菜，互我食，互我身体臃肿。上重要的是，每一摆考试100分，我的阿嬷就会互我奖励金。圣经箴言22章60，教养囡仔，着用合伊的法，就伊到老也无歪错。感谢阿嬷甲阿母常常用圣经的话教养我，祝福因身体健康，也祝福所有的阿母母亲节快乐。好，谢谢。我相信这是伊仔伊心内话啊，应该毋是配分干事来逼的吼。感谢主。好，这时要来看上帝的话，记载伫箴言第22章第6节。今仔日有2位圣经，第一位是伫箴言的第22章第6节。咱做伙来读。教养囡仔，着用合宜的法，就医到老也无歪错。我搁再念一届。教养囡仔，着用合宜的法，就医到老也无歪错。第二位的圣经记载伫箴言29章第17节。箴言第29章第17节，同款咱做伙来读。教导你的囝，伊就要互你安心，伊也要互你的心欢喜。我搁念一届。教导你的囝，伊就要互你安心，伊也要互你的心欢喜。以上愿上帝的话祝福伫咱大家。这时赞美，咱要请双年圣歌队。
即是讲道，今早起，陈牧师要甲咱分享的题目是：所谓时代的母亲，所谓时代的母亲。我兄弟大家平安。感谢主，今日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感谢主咱听到咱的上年圣歌队所吟这首上界古典的诗歌应情甲着一蕊的剪用花。咱有人甲红花，就是妈妈还搁伫的；有人甲白花，就是妈妈倒转去。但是咱拢真少年老母的温情，比山较悬，比海较深。伊的温情实在咱要讲袂了。咱伫即个母亲节，咱甲即枝花就是少年老母的疼，因为即个康乃馨甲一般的花无啥相像。一般的花写字迄个花片拢会散去，但是康乃馨就是打去即个嘛个做伙，表示迄个老母的疼永远袂分离，永远袂改变，永远袂改变。感谢主牧师会再去透过今年短20个圣经要甲咱分享讲所谓时代的老母咱这母亲节的起源咱拢知影是为美国这个贾维斯，这个贾维斯当然就是少年老母的疼。伊的老母原来是伫教会工作，嘛在做社会工作，特别伫迄个南北战争的时。足侪人艰苦，足侪受伤的兵还是无家可归的人。即个贾维斯的妈妈拢是真有疼心去甲伊照顾。后来伊过身去，伊实在是对伊老母即款的疼心非常的迄个感觉，即个老母的疼实在是非常伟大。所以，伊就伫伊的厝内用礼拜来想念伊的老母。伊就决定感觉讲，我要用一切的快乐来推动即个母亲节，互所有天下的即个做囝儿的会当友好爸母，会当大家拢爱尊敬爸母、尊敬老母。所以伊就受过去。奔跑去教会去慈善机构，真侪所在足侪人伊知影讲老母付出足侪辛苦，但是得到回报好像上介少，所以呼吁大家着爱讲，伫老母抑搁健康的时阵着爱会晓友好老母，毋通到已经倒转去甲少年。所以，咱这个母亲节的纪念目的是要爱咱即满就应该友好老母，毋通讲听啊妈妈无伫咱才搁少年伊那甲咱中国一句话讲，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个树要静，个风都透袂停。这个囝要来友好老母，毋过都袂赴这个母亲节到1908年，伫这个圣雅道的长老会就因就甲这个定做主日开始教会咧强调这个孝道伫韩国嘛有一间顺福音教会，伊上界要紧的迄个教会咧教导就是孝道，不断咧，其实咱会当友好老母。咱就是会当敬畏上帝，一定得到福气所以这个母亲节后来伫1919年伫美国参众两院通过定这固定的一个假日
来纪念老母。后来世界足侪所在拢用这个5月第2主日来做母亲节的主日来孝念老母。咱台湾也是同款今日牧师较要讲，就是讲咱即马已经，咱看到这个影片咱听到这个囡仔咧讲话咧回答话咧想代志，甲古早可能无啥共款较早的囡仔迄个许多人讲一毋敢讲两，但是即马你讲一，伊会讲2、3、4那所以这是无共款但是也毋是好无好，就是讲，这就是已经迄个时代，足侪人的想法、人的价值观拢咧改变。安尼，伫即个所谓的时代，咱咧读圣经这箴言讲咱着爱来教囡仔，咱着爱管囡仔，咱的囡仔着毋对来甲责备。安尼是毋是还佫会当适用伫今日像我伫箴言19章18节讲趁还佫忙的是你来教示你的囝，毋通互伊的心来死去。你用迄个拐仔来拍责备，会当加甜的智慧。你若放纵，你这老母就会拄着见效这用迄个拐仔甲拍为个囡仔到这时阵嘛是还佫会拍囝其实圣经毋是叫咱讲爱去拍囝这是无共款这个强调的就是咱爱家管教，毋是要用拐仔拍这个拐仔就是咧表示一个权柄，父母有权柄，但是权柄袂使学袂用的你拍囡仔，这有时生气个过头去，有时去摔落囡仔都有这袂使用意思，毋是安尼你迄个咱咧读幼所嘛，甲恁讲你毋通做老爸，毋通掠囝你会生气，着照主的教示甲警戒来养饲因。照主的教示甲警戒，毋是叫你用拍所以伫即个强调听的时代好像箴言咧讲管教咱感觉怪怪，但是其实就是种听的教育，箴言13章24节讲你毋啉生命拐仔来拍囝，就是怨恨你；听囝的，你就随时管教。申命记8章5节讲，你着爱心所想的耶和华，你着爱常常心内思想耶和华，你的上帝管教你，亲像你咧教囝共款。上帝嘛是听咱，所以就管教咱。伊管教咱的目的就是听，咱嘛是用即款的听去管教咱的囡仔，目的就是听。所以伫即个所在，互咱知影讲，咱今日做父母，咱应该教囡仔，但是用听来管教，咱用上帝话来管教，用上帝真理来管教，咱爱诚做一个有智慧的老母所以牧师要鼓励咱伫所有时代做老母，爱诚做一个有智慧的老母。咱台湾有一对夫妇伫教会界那真有名，就是叫做陈定川长老夫妇伊是永光化公司，即马是变做业务的董事长，因为已经拢交互因囝因两个伫人咧甲访问咧做见证的是讲，因咧教囝从来毋捌拍过囝。细汉就是教示囝爱敬畏上帝，爱尊主做大。免来教囝，讲你无其他话足搞怪，无拍是免来教。伊的妇人人讲有时我来去互囡仔激啊足生气的但是伊拢毋是用拍，伊就是用迄个咱即个跺脚站骹就对啦。感觉老母就是气甲安尼站骹安尼嘛是种表达。好，迄囝若看到讲老母安尼挡袂牢，咧站骹的时阵，就是表示气挡袂牢。
吼，迄囡仔就知影再去人吼。啊，这伫心理学上，就是迄个心理学家这阿德勒咧讲，积极暂停期。有时吼，你想去挡袂牢，你吼想要举车甲拍，你规去吼，安尼站甲起甲安尼起的吼。虽然无用车啊拍囝，但是就有发挥即个正向教育的精神吼。所以伊有时就互知影囡仔我咧生气啊吼，安就有教。但是最要紧的是正面的教育，常常陪囡仔读圣经、祈祷所以伊的囝吼，号做信啥个信望爱拄啊真拄啊两个查甫的是信甲望后边为信为望为爱即个即个囡仔注重即个属灵的品格，所以咱今日读讲咱教是囡仔就要用合宜的法因到老的时嘛袂偏错这就是咱爱有迄个远见对，咱爱囡仔读册较好的，爱囡仔事业做较好的这拢是对，但是毋是干安尼啦。咱咧教囡仔，咱应该是爱互伊全面平衡的发展。平常时就真正常化啦，囡仔毋是讲平常时读册就袂要紧，是学赛就袂要紧。为个囡仔当爱伫教育学赛参与真济，即马爸母像昨咱咧访问中间就讲即马你过来要考试你着爱安怎拼其实这拢是无真正确的，咱着爱甲咱的信仰当作生活，生活当作信仰。平常时礼拜是正常的代志，读圣经正常的代志，祈祷正常的代志，读册认真嘛正常的代志，佚佗嘛正常的代志，人拢是袂使讲我即马干那要安尼，即要干那要安尼，咱着爱平衡。平常时着，咱敢若食物件嘛，袂使讲干那要食大顿的，着逐工正常食，安尼身躯才会健康。咱的教会用即个信仰的培育的奖励金，就是要让囡仔毋是讲干那只有读册，是讲只有学赛，你逐项拢毋望你拢会当兼顾。其实咱的囡仔伫细汉，咱若是会当有较好的训练，培养伊好的习惯。这囡仔伊就开始有纪律，伊就伫你用听甲智慧引带这囡仔就会行伫正路，一生都袂偏错。你过来你就会加减少足侪功夫啦，减足侪功夫。其实咱上帝交托咱的，咱照安尼去做。其实毋是足复杂的，咱若想真济可能就足复杂。其实毋是。即马即个时代，大家咧注重即个爸母学、父母学。咱要做一个爸母，所以即马有足侪爸母，人讲即款的爸母毋好，即款爸母毋好。比如讲直升机父母，人伫咧讲一个干伫伊边踅来踅去，迄个囡仔动嘛动袂掉。无人机父母，那个起袂得来。是讲这啥？迄个除藻机父母，人物件拢甲伊若有啥物款的，拢路的若有啥物路障，拢甲清掉。咱对囡仔该关心，但是毋是当关心。该帮衬的，毋是当帮衬，但尽量互伊家己去做。愈是帮衬囝的爸母，愈是甲做较教的爸母，即个囝就是被大汉。是大人到一个坎站，囡仔就是爱放弃囡仔若结婚了爸母搁定定爱关心伊会使讲你就是歹过日啦结婚了就是独立，你要伊家己去自立，爱家己去免来用。咱无法度当然恁的听是较永远的，但是咱袂使应该着安怎做才会拄好，这就是爱有智慧。新生的老爸拢是照着家己意思咧管教咱，但是迄个万能的爸，咱的上帝拢是要互咱得到好处。所以咱若敬畏上帝，咱若听上帝，上帝互咱有智慧，上帝互咱有会听，咱就知影要安怎来扮演一个好的爸母的角色。约翰卫斯理老母
是足有名的一个老母人，叫做虎妈啦吼。其实虎妈毋是讲伊足歹的，伊两个囝足成功的影响规个教会世界吼。就是即个约翰伍斯勒甲查理卫斯理吼，其实伊就是甲即个陈永川长老因夫共款。囡仔你着带伊敬畏上帝，读圣经、祈祷，你着毋是定定用迄个歹的方法，用迄个无好的方法，用正常的教养，所以伊着甲用一寡规条，譬如讲囡仔一个学讲话，着爱学祈祷，囡仔若甲你讲话无礼貌，你毋免插伊；伊对你无礼貌，你毋免回应伊。伊要叫你摕物件袂输，欠伊共款，迄你毋免管伊。伊就是迄个囡仔若知影毋对，安尼毋免罚。伊则袂毋敢讲，甲暗砍伊的毋对。囡仔若会当真正有敬虔的生活，有真正照真理的活，其实这囡仔。将来就会当行入对的路，所以一双手咱就是爱甲伊修剪，爱甲伊精基，伊才会发会好。其实咱会囝儿咱若会当有适当用上帝的教示真理来甲因培养，咱毋是讲要培养外敖、外出色的囝儿，至少伊是一个有信仰、敬畏上帝。有好的人格，真成绩、真健康的囝儿，所以求上帝帮助咱，咱若会当好照上帝会听来培养咱的囝儿，咱就会当安心，咱就会当快乐。伫即个数位时代，我若共款，前面咧讲的道理，也是拢会当适用，毋是咱无了解咱用咱家己的方法，照家己意思去管教。安尼可能就无好势，但是咱若会当真正照上帝爱咱去教囡仔、听囡仔、培养囡仔，我相信囡仔将来就毋免你操烦，毋免你担心。咱伫对精元搁一遍提醒咱伫即个数位时代，今日我看咱毋是互囡仔偌好的智慧型的手机，咱应该做一个智慧型的爸爸妈妈，诚说囝儿的祝福。愿上帝祝福咱伫即个时代会当互上帝用，带祝福伫咱的家庭，三角的祈祷。最后所感谢你，互阮伫即个母亲节，阮虽然时代伫咧转变非常快速，总是主上需要改变的是我家己。当我家己会当真正经历上帝，有上帝听，有上帝智慧。有上帝的话语真理合宜的法，我会当诚做囝儿的祝福，甲因建立好的关系，会当真正互囝儿无诚做大头反倒转会带来安心，会带来心的快乐。主啊，求你祝福阮所有的爸爸妈妈。特别所有妈妈伫这母亲节的时，也会当得到快乐，也看到囝儿的成长，也感谢上帝。主啊，互因永远会当诚做囝儿时世的帮助甲祝福。愿伫你的面前，安尼恳求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即时咱要来吟回应诗，圣诗502首，圣诗502首。主将生囝交代咱，爱咱甲因手来牵，父母做主好帮衬，囝儿我靠心平安。咱即时起立来吟全首圣诗502首。主
这咱来祈祷啊，咱为着咱的家庭来祈祷，为着咱的父母来祝福，为着咱的事业来恳求，望咱会当有真正蒙福的家庭，咱会当有健全的细囝，咱会当一世人会当行主的道路。咱为着咱的国家伫5年控总统、副总统的就职，咱的国家会当行更较光明的前程。咱来献上代祷，咱嘛为着软弱的肢体来祈祷为着拄着死失的家庭，为着身躯欠安的，无论是父母还是囝儿，咱拢出声祈祷。咱举起双手，呼叫主3声来祈祷。哦，主啊，主啊，主啊！哈利路亚，主啊！阮感谢你，互阮会当伫无亲切的时，少年老母的疼。阮也感谢你，互阮得到老母的疼。虽然老母为了已经倒转去，但是阮相信，因的疼永远刻掉伫阮的心。主啊，互阮会当常常少年你，阮也会当因为忍受这个疼，阮也会当疼阮的细囝。主啊，互这个家庭拢有充满你的疼，主啊，付诸主后，兄弟姊妹会当相听和好，主啊，来去做基督化蒙福的家庭。虽然说恳求你赐福你的圣会，每一个家庭拢蒙福。主啊，赐福阮的国家，也若甲像一个极大的家庭，互阮的国家的领袖拢会当亲像属灵的父母同款，智慧的父母同款，来带领，互整个国家拢蒙福。主啊，赐福阮的国家，主啊，阮兄弟姊妹中间有拄着死失的，愿你的安慰伫因中间；有拄着病痛，愿你的医治到伫因。主啊，互因得着勇健。主啊，阮会祈祷到你的面前，愿你感纳，愿你垂听，愿你赐福。感谢基督，靠耶稣基督的圣名。请坐。这是要奉献，请咱备万心来准备奉献，请这师来头前来受奉献。请咱起立来吟奉献诗。我的主，阮献乎你，演出龙潭的情，我的在情，你手。
奉献的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伫阮事农工商顶面，互阮得到你的祝福。为着你所赏赐的，阮献上感恩的祭，奉献金钱，往你来学乐，往你来感谢。愿阮所献的，加做教会圣工的路用，服侍上帝做主的干净。安尼祈祷，拢是靠耶稣基督的圣名。咱由愿徛着来吟祝福祈恳，圣诗391首。请陈牧师，咱恁平安去，愿所有的妈妈拢得到今日逝世的尊严甲友好。愿所有的妈妈拢会当有勇健的身躯，有美好的信仰，会当成做今日逝世的祝福，来去做基督化蒙福的家庭。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感动，甲恁正大家三甲地地，对支持到永世代无尽。阿这请坐，默祷闭会。搁再一次来恭喜咱的老母母亲节快乐！